性命活力、性命的刚强。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也是你，互阮看见你听愿的方式。也愿主伫今仔早起时，也搁一摆透过你的话语，互阮通搁较明白主你是何等听阮。主你对阮每一个人性命的旨意是啥物？互阮通回应这份恩典，通回应这份听。伫阮的生活中，伫阮教会的服侍，伫阮每一日，拢会当不断来思考，也不断来回应主你的教导。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今仔早起时，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这段的圣经，记载伫约翰一书第4章第7节到第12节，以及阁有第19节。通常咱在看这段圣经的时阵，常常特别伫后壁这个19节，也是头前讲到听的时阵，有时阵会伫婚礼时会出现，在甲人特别伫要结婚的人，也是有时阵有一个群体，甲因分享讲爱安怎来相听，爱安怎用上帝听真实活出来伫伊生命内面，真实来回应上帝的恩典。为这个礼拜的讲道，续来每一个月牧师嘛拢有一届的信息的分享。咱知咱的教会要开始真正要进入到第50周年，其实已经剩3、4个月的时间。咱8月9号要庆祝咱教会50周年，但是咱知50周年是咱一个非常值得咱纪念、值得咱来想上帝恩典，嘛非常值得来看上帝的带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但是50周年伊会过去，伊会继续往前，咱会继续行51周年、52周年，甚至是这个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会伫上帝恩典甲保守内面，咱继续会行落。所以，咱真做是一间教会。咱真做是这个信仰的群体，咱嘛爱搁较不断来思考。既然咱真做是一间教会，那安尼伫上帝的心意，伫上帝的话语内面，安怎甲咱讲？咱爱活出一个教会的生活，活出一个这个信仰群体应该爱有的模样。所以为这届讲道开始，续来有几届的系列的分享。咱要做伙来思考，那做伙来透过上帝话来想，咱是教会，咱是教会。但是咱是教会嘛，毋单是咱是富强教会尔，其实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嘛，拢真做是一间教会。最近伫周间的查经班在查考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在所讲的，就是咧讲教会。以弗所书咧讲的教会嘛，毋是讲是这个看会到的建筑物。毋是讲遮即群人叫做教会尔，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兄弟姊妹，你拢是一间教会。所以咱咧讲真做一间教会是，毋单是讲咱的富强教会，毋单讲是即个建筑物，毋单是讲咱即群人尔。其实咱每一个人拢嘛真做是一间教会，咱是一个圣经的教会，然后大家不断联合伫耶稣基督内面，咱真做是上帝心意伫耶稣基督内面的教会。所以说，咱有几届分享，咱做来想，既然咱是教会，毋单是咱个人，咱的富强教会嘛是一个上帝的教会，那安尼咱应该爱安怎来回应？伫咱今仔所读的这段经文，约翰一书是这个约翰伊所写互当时遮的咱讲即马可能是算是托尼基遮的教会，伫当时遮的教会内面有拄着一寡的问题。遮个教会虽然因拢有聚会，拢有做伙参与，但是伫这个教会内面有产生一寡假的教师，也是有一寡无正确的分享伫内面，致到这个教会内面的人，伊对信仰产生怀疑，甚至遮个人因所分享的虽然讲，但是因却无爱
却无真正表现出爱心。虽然因讲了非常侪上帝的话语，虽然因讲了非常侪无共款的教导，但是因却无真正实行出来上帝伫讲的听甲稳定是啥。所以约翰伊就写了这个批，写互当时这附近的教会，搁一摆，互因了解上帝的心意是啥物。特别嘛，甲因讲上帝会听伫教会内面安怎实行，上帝会听伫教会内面是哪尼啊重要。所以伫咱今仔所看的经文，伫约翰一书第4章的第7节到第8节，约翰伊安尼甲遮的信徒安尼讲，伊讲咱着三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有听的人是上帝的囝儿，捌捌上帝；无听的人无捌上帝，因为上帝是听。伊讲，亲爱朋友，咱着三听，因为听是对上帝遐来。咱知听对咱每一个人来讲，咱可能对细汉到伫即马，咱拢不断地经历这个代志。听可能是看袂到的，伊可能是一个无形的，但是可能会透过无共款的表现，透过无共款的言语，也是透过无共款的行动，咱会当感受到啥物叫做听。约翰伫遮甲遮教会信徒讲一项代志，伊讲咱爱学习着三听，因为听是对上帝遐来，有听的是上帝的囝儿，也认捌上帝。伊讲无听的无认捌上帝，但是到底这个经文圣经在甲咱讲上帝是听，还是这个听到底差别伫倒？咱可能对细汉到伫即马，咱嘛不断地和人分享叫做听。咱伫厝内人和咱咱的亲族、咱的朋友，咱嘛在咧分享听。但是，啥物叫做上帝的听？特别伫咱这个信仰的群体内面，上帝的听到底安怎来实行？上帝的听到底伫咱的教会内面爱有啥物款的重要性？当咱咧看圣经的时阵，特别伫原文的希腊文内面，有4种在形容无共款的听，有4种无共款的方式在形容听。第一个叫做亲情的听，就是咱和咱厝内的人、和咱的囝儿、和咱的爸爸妈妈、和咱阿公阿嬷、和咱的家族内面，这亲情的听。特别伊咧讲的是有血缘关系，就是伊是同一个家族的。第二个伫圣经内面，伊讲的就是朋友之间的听，朋友之间的感情。特别是因为你有共同的兴趣，也是有做伙做某一项代志，所以才有人组织做伙。但是朋友的听可能有产生一个代志，就是因为这人虽然讲足好，有同款的兴趣，组织做伙，但是若产生好的影响，这群的朋友会愈来愈好；但是若是产生歹的影响，这群朋友可能变了愈来愈歹。第三个，伊咧讲的是情欲的听，特别伊是咧讲男女之间的关系。伊咧讲男女之间的关系。第四个，伫这个希腊文，特别咱伫圣经上看到，叫做真实的听。咱可能听过一个字叫做阿加贝，就是咧讲阿加贝的听，就是真实的听。这个听是无论任何的代价，愿意牺牲、愿意奉献，甚至无看这个人敢值得我听，我愿意去听。这是圣经，这是希腊文内面，互咱看见无共款的听，特别。咱看见这个阿加贝的听，就是这个真实的听，是对上帝遐来的。当然，意思毋是讲头前这3种听都无重要，毋是讲我和我厝内的人建立关系，我和我的朋友有好的兴趣，还是我和我的太太、我的先生有安尼这个夫妻的关系，这种听无好，是咱需要有真实的听去带领咱伫咱和别人建立关系。和人伫互相相听的时阵，有一个正确的带领。无咱若用咱家己的想法，用咱家己听人的方式，可能会产生一寡误会。特别伫咱的经验内面，这个听可能是因为你对我好，所以我对你好。伫这个经验内面，可能是我互人忽略啊，有人对我较冷淡啊，所以我就无爱插伊，我就对伊较冷淡的。这个听经验嘛，可能是我只有听我介意的人，别人和我无关系。我只看我想要看的人。但是，若产生一个问题是，所有的关系，特别是听的关系内面，拢建立着对方先做啥物代志，还是对方先讲啥物，
那安尼关系会当稳固吗？这款的疼，就容易可能就有产生一寡问题。特别伫一个群体内面，若是安尼，可能充满比较，关系可能会慢慢离开，甚至会造成伤害。所以咱知人的疼，毋是讲头前遐人的疼拢无好，但是咱知人的疼可能是有条件的。某一寡代志，咱人的疼可能是有限制的。伫咱人的疼内面，可能有一寡是有选择的。所以毋是讲遮个疼拢无好，伫咱生活中遮个疼拢无好，是咱真正爱找到一个会当带领咱从真实的疼挖出来的。但是当然，咱为世界的眼光来看，咱必须爱承认，遮个疼非常合理。咱必须爱承认，就是遮个疼足合理的，就是你对我好，是我对你好，就是你甲我忽略啊，你无注意我，所以我就不爱插你，我就离开这个所在。啊是讲我只有看我介意的人，我看我爱的人，其实用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其实非常合理，其实非常合理，因为这是咱人的本性是安尼。而且搁较特别的是，其实咱嘛非常毋茫一项代志。就是有人会当看到我，有人会当听我，但是相对可能咱嘛真惊爱付出足多，咱可能嘛真惊讲我付出某一款代价，甚至付出的时阵嘛无确定讲啊，我做遮济，我敢有得到别人的欢喜？我做遮济，别人真敢有看到我所做的？我做遮济，别人真正敢有介意到我？所以其实伫咱认为的听，也是咱讲要听人。某一个阶段来看，咱其实感觉这是真有限的，这是真有限的。虽然今仔透过经文，搁一间嘛互咱思考，特别伫基督的信仰内面，毋是甲咱讲你爱去听，你爱去听。虽然咱拄仔看的经文，约翰甲教会讲，恁着爱三听，恁着爱三听，恁着爱三听。但是后壁搁讲一个搁较重要，是因为上帝是听。这个信仰毋是讲你还搁较拍拼去听别人，你还较拍拼去做啥物代志，你还搁较安怎去证明你家己，你才会当得到听，你才有法度伫这个群体内面，敢找到一个你的位。基督信仰内底上根本的基础是咧讲上帝伊就是听，所以问题毋是讲我敢有听心，我敢真正有听心，还是讲我应该安怎听，别人才会当感受到我听伊。我应该做啥物代志，别人敢有看到我？我应该付出啥物，别人敢感觉讲哇，你这人真正是真好的一个人。是我敢有真正去认捌这个上帝？是我敢有真正去认捌这个上帝？敢有知影讲这个上帝是听的源头？敢有知影讲这个上帝真正听我？这个上帝敢有真正听咱的教会？若是教会，还是每一个军队耶稣的人，表现和这个世界想法同款，那安尼咱有啥物无同款？若是咱因为认为讲就是安尼，我只有条件、有限制、有选择的。当然，咱必须要承认咱真正有软弱。但是咱当在信仰的基础来想，若是咱表现和这个世界所想的同款，那安尼咱有啥物无同？但是换另外一个方式，若是咱和表现和这个世界是无同的，那安尼咱确实会当活出一个无同款和这个世界的价值，和这个世界的文化无同款的一个信仰的生命。所以今日要透过这段经文，咱要做伙来思考三项代志。仰望透过比这个约翰囝所写的，搁一摆互咱的教会来思考，咱的教会的这个群体。真正是伫上帝听内面，所以咱彼此相听，彼此服侍，彼此鼓励，彼此祝福，彼此扶持，也彼此来成长。第一个要透过这个经文和大家的分享是，遮有一个特别的上帝，因为伊先听咱。伫这个所在有一个特别的上帝，因为伊先听咱。伫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到第10节，经文伊安尼讲：上帝赐伊的独一的囝来到世间，要互咱对伊得到活命，对这个上帝听显明咱伫中间，毋是咱来听上帝，是伊有听咱，就赐伊的囝，
做赎罪祭来赎咱的罪，这就是疼。对咱每一个基督徒来讲，也是对咱的教会内面，对教会来讲，也是对咱每一个在跟对耶稣的人来讲，这特别伫啥物所在？这含这个世界咧讲的文化，含世界外口的群体咧讲的疼差伫倒？因为这是一个无合咱一般人所想象的疼，这无合伫咱一般所理解的疼。有啥物通好无理解咧？那为头前咱所做伙分享、做伙思考的，咱知有时阵人的疼，敢若看见这人较值得我疼，所以我疼伊。但是上帝的疼是，就算这样看起来无，敢若看起来无啥物无价值，但是上帝依然疼伊。人的疼可能是因为我得到鼓励啊，我得到帮助，有人疼我，所以我才愿意回应。但是上帝的疼，伊是主动去疼。人的疼可能会随着时间，随着某一寡代志，可能慢慢啊减少，甚至有一天可能会无去。但是上帝的疼是袂结束的。人的疼可能会计算讲价值偌济，就是我疼这个人，我要付出我偌济时间；我疼这个人，我要付出偌济我的体力；我关心这个人，我要付出我付偌济的代价。啊，我疼这个人，我关心这个人，我敢有得到啥物？我敢有得到啥物好的价值？但是上帝的疼，伊是无顾惜伊的囝，伊无任何的代价，无顾任何的代价，将伊的囝来赏赐互咱。上帝的疼毋是安尼讲尔，就是我疼你，我疼你，我疼你。当耶稣最后要定期给进前，伊和伊的门徒做伙食最后的晚餐的时阵，耶稣为伊的门徒亲自为因每一人洗骹。耶稣无伫天顶讲啊，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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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是真正来到咱的身躯边，真正到伫伊的门徒边啊，为着因洗骹，互因知啥物叫做是疼。上帝疼毋是安尼讲尔，是咱可能性命佫无成熟，咱的性命可能佫有侪缺点，甚至是咱远远离开伊的时阵，伊就已经为咱每一人、为咱的教会嘛，已经付上代价。所以这是超出咱一般所通理解的代志。所以有时咱可能认为讲啊，我可能爱做了佫较好，我的性命可能爱佫较有价值，我才值得互人来注意我。我可能佫较拍拼努力表现，我才能得到别人对我的认同。我可能爱做是寡啥物物件，我较属伫这个团体，甚至可能认为讲我爱佫较属灵的生活，上帝才会介意我。有时阵咱可能嘛带着这款的想法，带着这款的心态。在回应上帝的恩典，虽然可能伫教会久，虽然可能临满这个信仰真久，但有时咱可能依然带着这款的心态在生活。圣经上帝话已经甲你讲，上帝已经先听你啊，上帝已经先听你啊。伫罗马书第3章第20节，保罗先生安尼讲：上帝无顾惜牺牲耶稣。用伊诚做赎罪祭，借着伊的死，互人因为信靠伊，罪得到赦免。上帝也因为安尼做来显明伊的公义，显明伊对咱每一人的疼痛。所以教会毋是属伫一群非常完美的人，教会毋是属伫讲一群非常完美的人，每一人拢非常好，表现了非常好，才得到别人的注意，得到别人的认可。还是讲我变成一个非常属灵的人，安尼我较会当来到伫教会。我才有法度参与。教会毋是属伫一群完美的人，咱知咱犹原有缺点，咱知咱犹原无完全，毋是讲先变了完美，咱才互上帝接纳，才会当成做是教会。是伫无完全内面，咱犹原知影，咱的性命是由上帝所接掉的。咱的性命犹原是伫上帝的疼内面。所以第二个继续要刷第一个这个信息来分享。伫遮毋但有特别的上帝，伫遮嘛因为有特别的上帝，才有一群特别的人，伫疼的内面做伙来活出疼。因为才有一个特别的上帝，也因为这个特别的上帝，才有一群特别的人。这群特别的人，伫上帝的疼内面活出上帝的疼。
约翰一书第4章12节伊讲，无人捌看见上帝，咱若三听上帝踮伫咱内面，伊的听通过咱完全实现出来。无人看过上帝，但是透过咱互相三听的时，上帝人就看见上帝的实现。所以，咱了解彼此三听的关键是啥？是咱了解，咱先知咱是互上帝听的。无若甲你讲啊，你爱去彼此三听，你爱去听别人，你爱去关心别人，你爱去为别人祈祷，你爱去参与一寡教会的事工，你爱去参与一寡服侍，你爱参与一寡聚会。若是安尼讲，就变做是一种要求。关键是当咱的性命知，我是有这位特别的上帝。有特别伊阿卡贝听伫我的心中，所以我知我互伊听，我通来回应。那咱无先理解，咱先明白这项代志，咱可能伫做代志，咱认为这拢是一个要求，叫我爱去听人，叫我爱去服侍，叫我爱去参与聚会，叫我爱去做啥物代志。若是咱无先将这个圣经的假释非常清楚了解，那安尼咱可能拢认为讲这是要求，是认为讲这无合理，所以我选择我无爱参与。所以伫遮咱毋是有一群讲哇，咱真正是足够听别人的人。其实伫遮伫教会内面，咱嘛毋是讲一群真正哇足够听别人的人，是有一群互上帝先听的人。伫遮咱毋是讲哇，咱每一项拢足够听人诶，咱遮有比较含外口诶文化世界比起来，看起来敢是较够听人诶一群人。其实毋是，是只有一群先互上帝听诶人。所以听诶行动诶基础，在伫咱和上帝诶关系。这也是咱伫耶稣基督内面诶身份。听诶行动，当咱恁讲彼此相听诶时阵。是在伫咱甲上帝的关系，这嘛是咱伫耶稣基督内面的身份。伊呼召咱活出听，伊呼召咱学习伊的模样，这嘛是咱伫伊内面的身份。所以当咱确定咱的身份，当咱真正知我真做是一个互上帝听的人，真正是真做一个互上帝听的教会，咱才有法度踏出正确的行动。无咱若安尼，咱可能一直犹原阁认为。因为我有非常侪的疼痛，我付出了非常的侪，所以我是属伫上帝。但是应该倒变过来，是因为我属伫上帝，因为我知有这位上帝疼我，所以我开始活出有一个有疼痛的生命，活出有一个无共款的生命的模式。所以伫约翰一书第4章19节，伊讲，咱会当三听。是因为有上帝先听咱，咱会当三听，是因为上帝先听咱。当咱真正相信，当咱真正理解，咱的生命是互上帝听，彼此三听就袂阁是要求，彼此三听就袂感觉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代志，甚至袂感觉是一个重担，会真正是你生命真实所流出来。非常水、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毋是爱咱搁较努力去听，彼此三听，毋是讲啊，我爱非常努力去听，是因为咱已经互上帝听，所以咱会当活出一个听的群体，咱会当活出一个有听的生命。第三个，透过这段经文，咱要做伙来分享。伫遮有特别的上帝，因为伊先听咱；伫遮有特别的人，因为知上，互咱会当活出听。不只有遮每一个领受上帝听痛的人，咱嘛形成一个特别的群体，形成教会，互人伫听的当中看到上帝，也伫咱的教会内面，咱互相去见证上帝的作为。12讲无人见过上帝，但是咱彼此相听的时阵，上帝就伫咱的生命内面，伊的听借着咱的生命完全来实现。无人看过上帝，但是透过咱的群体，
透过咱的生命，就互人看见上帝真实伫咱的内面。上帝虽然看袂到，但是伊透过一群人来彰显出来。伊透过一群人显出伊的荣耀，透过一群人显出伊的恩典，透过一群人显出伊的疼。咱真做是上真实的见证，咱真做是真实的见证。特别咱咧看圣经的时阵，咱看到使徒行传，也是看到遮的批信，因所描述初代的教会，遮的初代的信徒，因用侪实际的行动，因伫教会，伫遮的正人的内面，见证出上帝的疼是啥物。伫迄个时代，除了咱咱看到圣经会当了解迄个时代以外，迄个时代嘛有侪写历史的人，嘛有侪记录的人。其中有一个写历史的人，伊安尼记录、安尼描写教会遮的群体。伊讲，遮的基督徒看起来和一般的人无啥共，并毋是在伫讲因的国家，在伫因的语言，在伫因的文化，也是在伫因有啥物款的传统。伊讲基督徒特别的所在，是因无家己活伫家己的城市，无家己活伫家己的世界，因是和别人做伙生活，伊是和别人做伙伫遮分享。所以当时的遮历史的学家，伊嘛安尼款记录。虽然讲因可能毋是基督徒，因可能毋是伫迄个信仰，但是当时记录历史的遮人，因悠然记录因所看到的遮基督徒，因所做的，因所实行的，因所做出美好的见证。所以咱的教会，咱每一个人，咱伫遮，咱悠然嘛是迄个非常特别的群体。是会当见证出上帝疼痛迄个特别的一个群体，所以教会毋是呼召去爱努力做啥物，教会毋是互上帝呼召讲你爱努力去疼人，你爱努力去表现啥物。上帝呼召教会，呼召咱每一个人，是要爱咱去活出迄个疼，毋是呼召咱讲咱爱努力做啥物，爱拍拼做啥物，爱表现出啥物，是伫即个过程，咱所做的，咱所回应的，是要来呼召活出上帝的疼。伫即个所在，互人忽略的人会当得到接纳，软弱的人会当得到扶持，可能有做毋对的人、做毋对代志的人、犯错的人得到饶赦，伤心的人得到安慰。这种疼是即个世界看无的，而且是即个世界可能无法度通了解的。但是伫即个所在，伫教会，伫即个群体，伫咱每一个人心中，这是可能实现的。所以，互咱的咱的教会，咱参与的小组，咱参与的团契，也是伫咱和咱的兄弟姊妹斗阵的时阵，咱这群人敢是真正互人愿意来搁较亲近上帝？也是其实咱的教会、咱的小组、咱遮的信仰的群体。其实和一般的社会、和一般的朋友无啥物差别。所以伫约翰福音13章35节，伊讲：恁若彼此相疼，众人就知你是我的学生。恁若彼此相疼，众人就知你是我的学生。这个相疼的疼，以及伫即个约翰福音13章头前34节，这个经文耶稣咧讲的疼，你爱相疼。这个疼，伊所讲的，伫原文内面拢讲的是阿加贝的疼，上帝的疼。所以伊讲，恁若彼此相疼，是用上帝的疼互相相疼。那安尼，众人就知恁是我的学生，众人就知这是上帝的教会。所以重要是咱敢有先了解。哇！上帝真正疼咱的教会，上帝真正疼咱每一个人，上帝真正伫咱这个群体内面已经行了非常特别的代志。那安尼，当咱先了解，咱才有气力，咱才有法度去回应，
咱才有法度真正伫即个世代中去见证上帝的教会。咱知伫即个4月份，台湾有足侪传统即个宗教的一寡活动。顶礼拜是即个白沙屯的妈祖，昨昏是大概妈开始都出来绕境。你会看见台湾人其实非常健全。你看台湾人其实非常健全，伊嘛在超找一个信仰，伊嘛在追求会当得到透放、得到安慰，甚至追求得到医治。但是你搁较看到一项代志，为什么人愈来愈侪？你看新闻在报，伊讲每一档人愈来愈侪，愈来愈侪。其实，遮个人嘛在追求一项代志，就是在追求迄个群体的力量。遐人嘛在追求讲，迄个群体内面会当带互因有啥物无共款的困难。你看这几天的新闻一直在报啥物？讲妈祖的信徒，即个妈祖嘛有生业，所以人看到迄个讲，伊就讲哇，网络即网络人看了讲足感动的流目屎。你看见人嘛在追求一个群体，你看见人嘛在追求一个见证，人嘛在追求讲会当得到一个安慰。台湾无欠缺遮所谓健全的人，无欠缺讲要追求一个得到疼的群体。但是，伫咱的教会，伫基督的信仰内面，咱敢有真正活出这种模式，互人嘛认为讲哇，这个群体是无共款的，这个群体是有故事的，这个群体是会当不断互人继续讲的。也是有缘，也是认为讲，伫这个群体其实和一般的世界无共款啊，和任何的宗教是无共款的，和任何咱所看到的拢无共款。也是伫这个所在，真正看到有特别的代志发生，有这个特别的上帝伫遮，有一群特别的人，有一个特别的群体，咱的教会。所以这礼拜，咱会当来思考，咱嘛会当来想。特别当咱今仔透过这个信息了解，这个彼此相听的功课，这个回应上帝，毋是因为讲我爱先做啥物，我爱听啥物的时阵，你上重要是先了解我安怎认捌上帝，了解上帝伫咱的性命，伫咱的教会有啥物的心意。所以这礼拜有2个咱会当来回应的代志。第一个，就是咱真正开时间来亲近上帝，认捌伊，感受伊的疼。我知侪人你拢有固定灵修的习惯，你拢有真侪个人灵修的习惯。你可能逐工嘛有开真侪时间在读圣经，可能照着教会的进度。但是不只是安尼，另外一个，我嘛无需要要邀请你，毋若是个人你灵修和上帝亲近，咱嘛来到伫教会时，和遮的兄弟姊妹做伙来亲近上帝。互咱每一摆来教会的时阵，真正是放下咱原本手边在做的代志，就享受伫这段时间，就伫这段时间看上帝安怎对你讲话，伫这段时间看上帝安怎来显明伊的旨意，嘛伫这段时间看见边仔兄弟姊妹做伙敬拜上帝的时阵，你就看见这个群体带出上帝的疼，就看出上帝的恩典。所以，虽然你人讲信仰是非常个人的代志，但是这嘛是咱正人群体的代志。上帝听得显明伫这个所在。第二个无需嘛要邀请你，当咱真正了解、理解讲上帝听我，使我通去听的时阵，你嘛会当开一寡时间想看卖，敢有最近真久我无去甲关心的，真久我无去甲陪伴的，去做一寡平常时你可能袂去做的代志，去做一寡你可能袂去做的行动。毋茫透过遮简单的一寡回应，嘛，互咱更较了解、更较清楚、更较知影上帝的疼真正伫阮的生命，上帝的疼也伫咱的教会，伫这个信仰的群体内面不断显明出来。咱拢是教会，毋是富强教会是教会，是咱拢是教会，做伙活出，也做伙学习。这款彼此相听，用上帝阿加贝的疼彼此来祝福。愿上帝赐予咱的教会，互咱真正是一个彼此相听的群体，
见证上帝听的教会。这是咱在唱一条回应的圣诗，圣诗第257首。然后咱唱了后，咱要做伙为着几项代志，咱做伙来公祷。咱坐咧吟就好，咱来唱圣诗第500。